姐妹平安。今天是12月7号，本月的第一个主日。我们在今天的聚会开始之前，我们先把自己的心静下来，思想一下，过去这一个礼拜，我们有什么地方得罪神没有？我们来跟神认罪，祈求他洁净我们，并且再度悦纳我们。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付上了宝血的代价，买赎了我们的罪，让我们能够来到他面前与他和好。亲爱的天父，我们仰望你，求你洁净我们，所有隐而未显的罪，都求主你提醒我们，并且让我们来到你面前来承认我们的罪，求你原谅我们，洁净我们，让我们来到你的殿里，我们能够来敬拜你。谢谢主，求你在今天的聚会里面，你与我们同在，你悦纳我们的敬拜，谢谢你。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使徒信经，谢谢。我们先来，现在我们一起来读使徒信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他从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与死人。我信圣灵，圣而公的教会，圣徒的相通，罪的赦免，身体的复活，永远的生命。阿们。我们一起来唱。照进来，又是雨暴风巨浪，虽然前路崎岖不平，有我主与我同行，
是当他心里苦到连祷告都祷告不出来的时候，他就赞美。愿赞美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跟神支取力量的一个管道，一个方法，一个可以紧紧抓住的应许。我们一起来回到第一节，不要想天色常晴朗。不要想天色常晴朗。稍微快一点。虽然天路崎岖不平，有我主与我同行。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因救主记在我心房。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因救主永活在我心。再也没有孤单悲伤，主有伸手扶持我。纵然天云遮盖前路，我只有欢乐歌唱。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因救主记在我心房。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因救主永活在我心。耶稣成为我的力量，耶稣成为我的力量，凡事到他面前求。我深知他将一路引领，使我生命更完全。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因救主记在我心房。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因救主永活在我心。不要想天色常晴朗，就是遇暴风巨浪。虽然前路崎岖不平，有我主与我同行。我们一起来拍手来唱。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因救主记在我心房。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因救主永活在我心。我要永远，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因救主记在我心房。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因救主永活在我心。第二节，再也没有孤单悲伤，主用伸手扶持我。纵然黑云遮盖前路，我只有欢乐歌唱。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因救主记在我心房。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因救主永活在我心。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因救主记在我心房。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因救主永活在我心。感谢爱我们的主，主啊，
我是一个母亲，当我看到我的孩子们，他们应该做的事情，他们实在没有办法做到的时候，我就动手去做。主啊，这件事情让我想到，你看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胜过自己罪孽的时候，没有办法买赎自己的罪孽的时候，你就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神啊，谢谢你这么宝贵的恩典，谢谢你降生来到这个世界上，主啊，为了与我们同在，为了告诉我你爱我们，为了告诉我们神是真的，而且神的爱是真的，神就是爱。谢谢主，你与我们同在。在这个第二个降临节的时候，我们点燃第二根蜡烛，我们期待你圣诞节的再来。主耶稣，让我们纪念你与我们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纪念你道成了肉身，活在我们中间。感谢主，愿今天的敬拜，愿今天的赞美，都在你面前成为你的喜悦。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Amen。今天奉献的时间好大，我们今天那么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唱奉献的诗歌。来到你面前，最近将你真切，耶稣，你是如此爱我，我单单属于我来到你面前，最近向你真切，耶稣，你是如此爱我，我单单属于你。主，我在这里献上我的心，生命的一切完全献给你，因为我命里有才华和记忆，能够献给你，唯有我的心。我为你祷告，为的祈求，是你能原谅我身上的罪所有。愿我这一生成为你器皿，来完成你旨意。我相信凡我相信凡事都是上帝所创造，他他拥有赏赐与收回的权柄。此时，我愿意从你所得到的恩典，用感恩与敬虔的心，奉献在你面前。求主在我每次甘心乐意的奉献中，操练我更加顺服委身，分别我的生命。我相信奉献是栽种丰收的种子，我深信奉献是实践基督的生命，我确信奉献是生命主权的交托。求主按照你的信实与
保守你的教会，坚固你的百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们。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现在是消息报告。今天这个主日是第二个主日，然后我们点燃第二根紫色蜡烛，是象征预备还有信心。应该要预备主的路，用生命的好品性榜样传染主救人福音的好消息。然后今年度的圣诞主日12月21号，我们会有这样的安排：9点到10点40分是主日礼拜，然后我们有提摩太儿童小组献诗，社区音乐班的儿童，还有诗歌队的献诗。然后10点45分到11点是发送圣诞蛋糕的行前说明。11点到11点半是敦亲睦邻发送圣诞蛋糕。11点45到1点是圣诞暗宴，是自助式的，因为是响应环保，请大家要记得携带碗筷。然后12月24号星期三平安夜报佳音的活动，今年度提供牧师长职同工以及信徒组成报佳音团，有意义的参加的兄姐到1楼招待桌填写预约单，还有预计可以到访的时间，以便同工安排前往。然后明年的月历，各个医户索取一份，在1楼招待桌就有。剩余部分在12月21号圣诞主日后的发蛋糕的时间的时候呢，会送给我们的厝边邻居。2026年的周二青年小组调整到中午12点到1点，由12月10号星期三早上10点会召开义工辅导同工小组会议，请关心代祷，并请有意参加关怀青年小组志工兄姐，然后一起来参加。那恭喜于国伦弟兄，然后还有梅菊姐的儿子于德维和翁玉爱姐妹，已经在昨天12月6号在大园皇冠假日酒店，然后举行美好的结婚典礼，为这对新人在主里觅得良缘献上感恩。愿主真的是带领他们未来的婚姻，能够用爱和包容委身，建立合神心意的家庭，请大家关心代祷。那我们接下来是公祷的时间，那请大家看公祷的内容，我们一起来为教会的新家人，然后青年小组、灵性造就，然后同工意向，还有青年儿童小组以及建堂的还款，然后关怀身体软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一起祷告。就愿有更多的弟兄姐妹有心来加入侍奉的行列，让我们能够同心侍奉，然后使我们的教会能够越来越强壮，能够人数越来越增长，有更多的慕道友加入，有更多的人得到造就和栽培。主耶稣，让有更多的人因为委身的关系，他们自己就得到了更多的造就。主耶稣，求你圣灵与我们同在，求你保抱扶持我们。我们虽然是一个我们需要你，主耶稣，我跟你说，我们需要你，求你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接下来的时间交给牧师。谢谢，辛苦了。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也在线上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朋友，欢迎你能够在你就近的教会就近的地方，能够寻找到一个能够继续来侍奉神，甚至可以一起敬畏神的地方来敬拜神。
那我们在今天牧师在代降节的第2个主日，想要带大家一起来认识，到底主再来带给我们什么样真实的生命的平安。那我们看一下这张图哈，那你觉得有看到什么样子的不一样？这是假如说是一个父亲跟他2个孩子的拍照，你们一定会看到有一些不一样，是笑容不太一样。好，那我们很多时候在跟我们的家人在一起拍照的时候哈，我们一定会有些小孩孩子还小，他当下他可能在玩，可是你邀请他一起来拍照的时候，他脸色可能不太好看，对不对？那很多时候我们会告诉他笑，要笑，但是拍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似乎孩子他有他内心里面感觉不出来要笑，为什么要笑？但实际上我们大人很容易就会觉得说，在当下就是要用一个喜乐、开心的来表现。那很多时候，其实我觉得和平一种关系跟平安的关系，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我觉得似乎偶尔往往会让我们觉得像是一种表演，因为真实的平安其实是会让人从内心露出会心的微笑。那我们看这张图，我们会看到什么？曾经在知名的一个国际高峰会上，我们前阵子有新闻报道，当2个国家的领袖为了要签署这个和平的协议，他们在镜头上面握手、微笑、拥抱，然后画面非常的感动。终于这场战争准备要做停火的协议，但是不到3个小时，没多久他们又站起来了，又飞弹又飞过去了。我觉得好像在我们的家庭生活当中，在我们与教会同工侍奉当中，或者是在你公司的禾场上，你与人的关系里面，有些时候我们也蛮常表面上看起来像是和睦关系，但是却很多时候我们不敢透露出我们内心的害怕与惶恐。刚刚我们也听到我们的姐妹同工她在分享，在她孩子生命当中，她作为一个母亲，当她发现她的孩子有许多的遇到的困难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内心有很多不感受到不平安的地方，但是唯有神可以带给我们平安。也期待我们今天透过这段圣经节来祝福每一个，无论是在现场收听的聆听的，或者是在直播里面收听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朋友。牧师要鼓励各位，我们的平安不是我们自己所营造出来的，我们的平安是从上帝而来的。而我们所渴望真正的平安，不单单是用外表所制造出来的让人看到的平安，而是真实从生命当中，你必须要解决有许多我们与神纷争的关系，我们与人有产生冲突的关系，甚至与我们自己有许多冲突的关系。求神帮助我们。在我们今天牧师要带大家一起来看以赛亚书第9章，从第2节到第7节，我们一起来看。在第9章第2节到第3节说，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你使这国民繁多，这个你是上帝，加增了他们的喜乐，他们在你面前欢喜，好像收割的欢喜一样，像人分掳物，就是分到这个掳掠别人所得来的这些东西那样的快乐。以赛亚这个先知，他写给这些南犹大国的以色列百姓。当时候的以色列百姓，他们遇到一个亚述帝国的威胁。你们要想象我们要想象，我们现在都是很平安，可是假如说我们现在是出去，有可能会有一颗飞弹或子弹飞来的时候，我们正在聆听神的话语，我们的心中真的有平安吗？我们的心中会很渴望得着平安，因为我们不晓得，搞不好我们这样出去的时候，会不会有一颗子弹打到我们？所以我们想象一下，当时候的犹大国的这些以色列百姓，他们可能等待的可能是接下来亚述帝国对他们的威胁。所以以赛亚先知在告诉他们说，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大光。你们曾经住在这个死荫之地的人你们会有光来照耀你们。
圣经提到先知以赛亚，他做出一个预言。这个预言不是好像我们这个后面这个烛火是会熄灭的。这个光是要彻彻底底的解决你们现在所担心的事情。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所看的圣经节第2节到第3节，他告诉他们，上帝会使我们的国民繁多，加增他们的喜乐。他们在你面前要欢喜，好像收割的欢喜，像人分乳物那样的快乐。这个分到乳物就是意外的，出乎你意外的，并不是对打仗打赢了得到的那一些。所以我们要知道，上帝给我们的平安跟喜乐，从先知以赛亚就已经在提醒我们。我们如果在神的面前，我们要知道上帝会赏赐给我们生命的亮光。怎么来？我们一起来看第4节、第5节。因为他们所负的重恶和肩头上的杖，并欺压他们人的棍，你都已经折断，好像在米甸的日子一样。战士在乱杀之间所穿戴的盔甲，并那滚在血中的衣服，都必作为可烧的，当作火柴。这里讲到一个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不对，好，第4节因为他们所负的重恶，以色列百姓、南犹大国这些百姓，他们肩头上的杖，并欺压他们人的棍，你都已经折断。这是一个美好的应许，因为以赛亚先知他做了一个比喻，叫做米甸的日子。什么是米甸的日子？在士师记的时代，当时候的以色列百姓他们都记得，因为士师记里面6章8节里面，6章8章里面提到，在士师时代的以色列人，他们因为悖逆上帝，后来遭到许多外族的侵扰。米甸人就是当时候侵扰迫害以色列百姓的一个民族。而当时候他们怎么迫害他们？每当这个收割的季节，他们就会像骑着骆驼大军好像这个蝗虫过境一样，经过以色列百姓就怎么样，就去抢夺他们的农产品，还有他们的牲畜。而以色列百姓他们感受到非常的痛苦，所以他们时常在那段时间，他们都是躲在山洞里面生活的。所以米甸的日子，对以色列百姓，他们讲到这件事情，他们就觉得，原来上帝他把那些我们的重担，还有肩头上的杖，还有欺压我们的那些人对我们的施打的这些棍子，让他们去体会一下，过去上帝就是曾经这样对待他们的百姓，他们的先祖，像米甸的日子一样，让他们重新去回想，那个上帝所给我们的和平平安的生活是什么。接下来在第5节，以赛亚先知他又做了一个预言的比喻。他说，上帝给我们脱离米甸的日子是什么样的日子？就是你们要像那个战士我们穿的盔甲很多时候我们跟人只要有一些冲突我们会时常战战兢兢的，好像带着盔甲一样我们会为了保护自己，我们宁可不要多说话，我们宁可不要再去跟他有任何瓜葛。但是这种生活，这种生命是有问题的。为什么？因为圣经里面第5节说，战士在乱杀之间所穿戴的盔甲，并那滚在血中的衣服，这就是他们曾经所发生的过去的种种，都必作为可烧的，而且当作火来烧。这什么意思？为什么要把穿戴的盔甲跟血中的衣服要当作火来烧，而且当作火柴？我们知道火柴就是一定有用途啦，所以我们要知道以赛亚先知他讲的这一段话是代表什么？战争虽然会因为上帝的大能而带领我们，让我们脱离接下来的战争，脱离许多的冲突，但是呢，很多时候我们人把冲突一直挂念在心上，你会不会有平安？你不会有平安。也就是说，如果你一直穿戴着盔甲，准备要时时跟人有抵触的冲撞，那你不会有平安。但是基督徒有很多人一直活在这样的生命里面，所以以赛亚先知他说，都必作为可烧的，而且当作火柴。这里提到一个很重要，就是我们必须要把真正的平安，必须要把战争的工具，
我们这个盔甲要把它收起来，而且当作废物把它烧。为什么要烧？当作火有所用途了。意思就是说，我们回想一下，我们会不会去回想过去我们曾经跟人发生的冲突？不太会去想。但是你要把它当作火柴的燃料，也就是说，你要当作是可以成为你生命祝福的燃料。很多时候，我们过去经历到跟人的冲突，我们想说不要再理他就好。可是我最近后来我发现，每次当我去跟这个人和好，跟这个人解释为什么当时候我们发生这些问题的时候，他就告诉我说：“委员，谢谢你告诉我这些，其实我误会你了。”好，后来我发现，我去反省我为什么当时候跟他发生的这些冲突，我开始去用像圣经节所说的，我把它放弃掉，我不要再拿着这个盔甲来建立我跟他的关系。我发现他成为我很好的帮助，因为那一件事情那个经验对我来讲不是很 OK 的，我不喜欢这样的关系，而我引以为戒，而我警醒祷告，求神给我力量，让我不要再像过去那样战战兢兢的，好像每次要面对这个人或面对人群我就害怕。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新旧约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连结，今天我们所看的圣经节，也就是一个关键的经节，就是第6节，我们一起来读：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上帝、永在的父、和平的君王。各位弟兄姐妹，这一段话他提醒我们很重要。以赛亚他预言这位婴孩正是耶稣基督，他是奇妙的谋士。什么是奇妙的谋士？测试代表的是他是用无法理解的智慧，所以我们要亲近他。为什么我们需要耶稣基督？也就是我们需要他的智慧。第二个，他是全能的上帝。如果你把耶稣基督说啊，耶稣他也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啊，他哪里有能力啊？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所信奉的耶稣基督，他不仅是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流他的宝血死掉的真实的人，他也是神，因为他3天复活了。各位弟兄姐妹，他清楚地告诉我们，如果没有借着他，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去到天父上帝那里去。所以他的能力是会带来改变的，所以他是全能的上帝，他是神。以赛亚先知说，他也是永在的父。永在的父，什么是父亲？我们的父亲就好像是我们的依靠一样，就算我们已经成年了，我们每次遇到我们的父亲，他就是我们的父亲，好像就是他在保护帮助我们。所以很多时候，为什么圣经里面他说他是永在的父，代表的是他是我们永远的依靠。也就是说，当我们遇到问题、遇到困难，我们不用担心，我们有一位神，他就是永远的父亲，做我们的依靠。他也是和平的君王，他是和平的本身，不仅仅是和平的创造者。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路加福音第2章14节说，当天使向牧羊人报一个讯息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上帝，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这句话，在地上平安归给他所喜悦的人。什么是他所喜悦的人？我们要去想这个问题啊。至高之处荣耀归给上帝，这个我可以理解。但是在地上，在世上，平安归给他所喜悦的人，你想不想当平安、拥有平安的人？当然啦。可是圣经里面讲哦，在地上平安是归给谁？他所喜悦的哦。那什么是他所喜悦的人？就是谦卑、愿意认罪悔改，而且愿意跟神和好的人。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接下来牧师用3个跟大家分享。我们在主里，我们要享受到那带来真实的平安。我们必须要活出一个真正这位和平君王耶稣基督，上帝的宝贝耶稣基督。我们要做他的子民，我们该有的样式是：第一个，我们一定要恢复跟神纷争的关系。我们有没有常常跟神有纷争的关系？有没有？是有的。所以为什么先知以赛亚他说什么？
他在第7节里面说，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我们刚讲到说，如果我们把这个身上的盔甲，好，我们把它成为我们力量的来源，好，你会发现你相信耶稣基督，相信上帝为你排比这一些，好，为你安排开道路。你会发现，当我们愿意把这个生命交给他的时候，他赏赐的平安是加增无穷的。好，而且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各位弟兄姐妹，在我们生命里面，真正的平安来自于生命有坚定稳固的根基，而这份根基是在于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你是否愿意接受、相信耶稣基督作为你生命为我们的罪来牺牲你自己的生命的主？我们与上帝的关系是否能够愿意透过基督、相信耶稣基督来建立连结的关系，彻底和好？如果你愿意跟神有和好的关系，你就会发现你的所信的是真实的，你所信的也会跟神的关系是和好的关系。罗马书第5章第1节说，所以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上帝和好相合。所以如果我们要实践真正停止跟神的争论，我们就必须要怎么样？我们有没有想过，有些时候我们基督徒蛮容易会说，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不是那样？有没有？就算基督徒也会哦。好，为什么他也奉献，我也有奉献？为什么他敬畏上帝，他去亲近神，我也有去亲近神啊？可是为什么我们2个人、2个家庭、2个生命是不一样的道路？各位弟兄姐妹，真正的平安是谦卑接受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你相信吗？你相信他的统治管理的世界是公平公义的，而且是要坚定稳固的。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清楚明白，我们必须要结束我们跟神的关系实际上是充满争论的，因为我们时常在比较，我们时常不愿意相信上帝是会为我们预备这一切的。第二个，我们必须要结束跟人的关系这个纷争。好，我们今天的圣经节里面第4节里面提到，我们必须要把这个盔甲，第5节里面讲到，我们必须把这个盔甲怎么样？要当作是一个桥梁啊。如果你人生的经验是遇到这个苦难，基督徒会把这个苦难当作力量，但是不信的人会把这个苦难当作他这个人是没有录用、有所价值的，对吧？所以我觉得我们基督徒有一个好处，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遇到苦难，我们必须从苦难当中学得经验，知道这是上帝考验试炼我们生命的机会。所以就像刚刚圣经里面所讲的，如果这个盔甲你时常带着，好像准备要备战，每次遇到这个人冲突发生的时候，你不懂得完全交托给神，不懂得我过去就是这样意气用事，容易发脾气，我要慢一点发脾气，我要快快的听，要怎么样慢慢的说，然后怎么样慢慢的动怒。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这是有关联的。所以圣经里面以弗所书4章3节说，要以和平彼此联系，竭力尽力的保持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如果我们都知道我与人的关系能够一起和睦合一是好的，可以一起做事是好的，那么我们就要用和平的心，不要为了争你对我对，或者是他对他错，没有必要。我们唯一就是要带到主的面前，把这个彼此这个带着的盔甲作为一个桥梁。我过去曾经发生这样的事，那我就要注意，我不要再把这件事情，我用一样的方式、一样的态度，在面对一样问题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每次你遇到这件事情，没有人想要跟你一起合作，那你就没有办法有合一的心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从神的话语里面得着智慧，好让我们能够跟神建立更美好的关系，
第三个，我们必须要结束与自己的纷争。圣经里面一开始讲说，因为他们所负的重恶和肩头上的杖，并欺压他们人的棍，你都已经折断了。你相信上帝已经为你折断了这一切的重担，担负了一切重担吗？不见得，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这个重担我们自己还在担，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这个重担还在我身上，可是神告诉我们不用担心。我昨天这阵子我们教会有一位姐妹，她的女儿因为长了一个粉瘤那她的母亲非常的担忧，那她的母亲就在跟我分享，一开始她非常担心这个粉瘤是否上帝会把她的女儿的生命带走，她会担忧，在那担忧当中，她最后她完全学习交托给神。如果按照今天的经文，今天我们所谈论的，一个没有真实平安的信徒，他会怎么做？他会说：为什么上帝这样对待我？我们已经准备好要来侍奉他了，为什么他又让我的孩子遇到这样的苦难？可是他在祷告当中，神的话帮助他，透过弟兄姐妹陪伴他，带他一起祷告。他突然间想到亚伯拉罕要献以撒的时候，他上帝赐给他好不容易得来的孩子，可是上帝告诉他，他必须要献祭，把他的孩子献上。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愿意把你的孩子献上，像上帝希望我们把他带到他的面前一样，像亚伯拉罕献以撒一样。这位姐妹她跟我分享她的见证，她说：牧师，我交托了，我不害怕，因为我知道不管怎么样都是神奇妙的计划。如果上帝要留他的生命，也是上帝的权柄。如果上帝让他可以透过这个手术可以得到好，那感谢主，就因为这些事件的发生，让他重新看到上帝奇妙的作为。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在与神的关系里面，以赛亚书它里面一开始告诉我们，我们曾经是住在死荫的幽谷。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有很多的重担，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去面对，我们与自己在做一些抗争。但是腓立比书4章6到7节说，应当一无挂虑。你会挂虑吗？不容易耶。可是我们要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我在车祸当时候躺在床上，真的是3到半年的时间，真的很痛苦。你想象一下，你可以眼睛睁着，然后躺在床上，那是我28、29岁的时候。因为我跟神有一位大学生，他来问我，伟渊哥，请问你现在最希望的愿望是什么？我说我最希望的愿望就是能够好好躺在床上休息。我讲了这句话，再隔1个礼拜，我发生了一场车祸，真的，我真的是躺着。当我恢复回到家里休养，还是会流这个脑髓液，那因为我这边有一个裂痕，那个裂痕在当中，我就会流脑髓液，所以我不得不要躺着，让它慢慢的骨骼去做修复。但是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感觉，因为它就像流鼻水一样。可是每一次只要我起来，我发现它在流，就充满了危险，因为脑髓液代表你很容易会受感染。所以我当时候我已经是一个传道人，我躺在床上，在家里面，每次我在那边想，上帝为什么让我经历这件事情的时候，圣经的话说，应当一无挂虑。我心里面有许多挂虑，当时我还没结婚我有很多理想，我有很多很想要服侍神的，我想要去创造一个属于上帝所给我这个传道人的生命想要做的事。每次我看这句话，我真的挂虑好多我没有办法一无挂虑。但是圣经里面说，教导我们方法是什么？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感谢。
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当时候我没有办法理解后面这一段话，神所赐的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我只有信心里面仰望神，应当一无挂虑。可是现在，你们的牧师站在这里，坐在这个地方，我回想起这14年前的自己，现在我真的可以体会到，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唯有耶稣基督，唯有我们靠耶稣基督，才能够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我们自己都没有办法。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时时刻刻在神的恩典当中。待降主耶主日是纪念和平的君王耶稣基督的降生，他的名字就是我们的应许，要救我们，他的政权就是我们的保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也就是今天我们所看以赛亚书第9章第7节所说的话。和平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唯有在基督耶稣里，我们的生命被神所掌权，我们才有真正的平安。愿主赐福大家，也愿神的平安赐福我们。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和平的君王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你是黑暗当中的大光，是我们生命的根基。在待降主日平安的主日，我们为着等待你的降生来献上感谢。主啊，我们承认我们在这世上常常活在充满纷争、怀疑的生活当中，我们与主你做许多的争辩，与人有隔阂，与自己有许多的交战。求你的圣灵再一次感动我们的心，赏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在我们生命当中，帮助我们将我们生命的盔甲沾满血的血衣再次交在你的面前，让他们被火焚烧，成为过去，成为提醒我们生命的原谅。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和平的使者，用爱心彼此联系，尽力保守合一的心志，来建造你所喜悦的教会。我们恳求你差遣我们出去，为主你的平安能够做和平的使者，为世上的人带来真正的平安。祝福我们身边的朋友，感谢你用你的话语作为我们生命最好的帮助。愿赐平安的主常常与我们众人同在，让我们带着基督的平安离开这个地方，能够活出和睦的生活，成为世上的光和盐。愿天父上帝的慈爱，主耶稣基督宝贵的恩典，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愿主赐福大家，在每周日的早上11点，我们在每一周每一个月的月底，我们会合并礼拜。在这个月份的12月21号是我们圣诞主日，也欢迎每一位弟兄姐妹一起来参加我们的实体聚会。愿你平安。